港鐵又偷雞，工人違規徒手拆石棉屋。高鐵開工在即，港鐵加快菜園村清拆工程，點估到連工人命仔都唔顧？村裏邊有10幾棟石棉村屋，港鐵上個星期偷雞拆咗3棟。呢一間北面嘅街寮雖然圍咗帆布，但係完全冇跟蹤安全指引，工人徒手拆出嚟嘅石棉就咁抌喺地下。要譬如話係包好石棉瓦，唔可以打碎佢等等噶嘛。但係其實呢啲都係嗰3間屋都係冇做到。咁直頭咧係對於即係周邊住嘅村民係嘅健康有影響咯。其實呢一種嘅做法咧係令到呢一條村變得七零八落，變成頹垣敗瓦、廢墟咁樣。咁其實亦都令到而家即係用一個軟性嘅手法係去逼遷緊村民咯。抗議政府亂拆石棉屋。點解亂咁拆啲石棉屋啊？解釋！尋日在場嘅港鐵職員、路政署同埋地政署人員，居然冇人回應到問題，仲急急腳上車走人添。下晝嘅工程暫停。環保署就話，上個星期2收到投訴，話菜園村有人違規清拆石棉，但係星期5派人巡查，並冇發現。港鐵就堅持話仲未開始清拆㗎，仲賴係有村民收樓之前自己拆走咗部分嘅建築，好似鋁窗之類，唔排除仲拆走埋石棉喎。菜園村收地開始就怪事連連，未搬走嘅村民無啦啦俾人截水截電，前晚又再有農地無故起火。